带人爱读册，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又到我们的带人爱读册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非常特别，因为我想跟市民分享一个所谓市民公益讲堂的观念。我在书写台南的过程中，我一直发现，当我不管做了很多田野调查，或是到很多地方去做采访，写了很多店家的时候，我觉得台南最美，美在哪里呢？是人让风景美丽了。所以呢，假设我们这样想象，当台南的市民对于美、文化以及文学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想象的时候，我相信在台南推动文化，其实它是轻而易举，甚至于它可以以一而影响百，未成一股风气。台南本来就有，也就因为这样缘故呢，就是在这样的想象里头，我在2010年的时候，跟一群朋友，我们开始了南方讲堂。南方讲堂它一直是一个公益性的讲堂，来到这个讲堂，您不需要付我们讲师费，但是大家呢都希望您可以呢，因为这个讲堂所举办的讲座，首先呢，您拿100块钱赞助这些文化的很好的人文空间，让18卯、让城南旧事，或是最早的月竹楼等等，它都可以因为这样缘故，成为大家喜欢去的地方。这些店家站得起来，然后我们再用100块钱做什么呢？我们支持文化公益活动。早先的4年呢，我们支持吉他学院的老师，让他带孩子呢去歌唱。然后呢，后来我们也用的钱支持了东林雅集，用2年时间，使台南呢在浊水溪以南，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昆曲社团。然后呢，在过去2年中，我们由这个牧歌音乐工作室，然后带着我们南方讲堂的祝福与鼓励呢，我们去这个台南地方法院跟黑暗天使做朋友，陪他们一段。然后最近我们开始要做的是，希望能够借着长照，然后呢，我们的一个理念，让音乐、让文学、让为爱朗读的这些字字句句的声音，陪着我们台南的许多的好朋友一起勇敢老去。10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非常感谢有许多朋友的支持，所以今天我们把其中的4位朋友很年轻哦，请到我们的现场。首先我们要邀请的是小港高中的方之文方老师。美霞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然后呢，第2位是牧歌音乐工作室的陈锦昭陈老师。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吴佩佳吴老师。老师好，我是佩然后佳。还有土方窑的钟伟正钟老师。老师好，大家好。我相信南方讲堂10年能够走的其实有模有样，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心力，也不是一个人的精彩，是许多人的支持与鼓励。所以我们首先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请大家来看，那是怀莫斋的洪国华老师为南方10年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挥毫，而伴奏的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位琵琶的艺术家雪曼。我们且看这一段精彩的演出。
南方10年，文风烂漫，凤凰花开，红遍府城。我用这样的一个诗句来描写王美霞老师在我们府城这样的文风吹在这样的古都里。因为我们台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凤凰花开，我用这样的一个线条这个文风，我用了线条写了南方2个字，然后这个10年，我用了这个树的意象，沧桑茁壮，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然后也希望这样一个南风，让我们市民深深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灿烂阳光，在这样的一个阅读的氛围里，会让我们感受愉悦、成长、茁壮。我像这样的分享给各位。感谢洪国华老师这么奋力的挥毫，为我们点缀了其实这10年来南方讲堂很多的文化活动。那么我们知道南方讲堂呢，其实更想做的是，这是一个市民讲堂，属于市民的邀请，就是让这些文化跟文学放到我们的生活里头。日常有什么呢？有一饮一食。那么因此呢，饮食美学是一招，但是饮茶文化更是。台南的茶联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很好的茶界的前辈，他们真的可以把文化跟茶席放在一起。不信的话，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由阿萨克老师所带来的茶席展演，你会觉得真的非常精致化，请看喽。阅读如饮茶，茶是一种内涵高雅的饮品。阅读与饮茶可以提升人的生活美学，更能丰富生命全员的养分。谢谢我们的阿萨克老师为我们展演这么好的茶席，而且各位也看到，喝茶不过就是我们今天坐下来的一个很好的赏玩。所以因此呢，我们希望这个喝茶的茶席，它也是一个文创的点。所以在我们南方讲堂这10年中，其实我们也努力开发了很多的文创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做过全国的这么样的一个联播，做成这么好的一个文创的 MP3。我们也由这个牧歌音乐工作室呢，还有李帝圭帮我们做的这么样的一个音乐的一个 CD。还有呢，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呢，跟京都的鸠居堂的水准是一样的哟，就让你觉得喜爱。除了这以外呢，其实我们也做一个文创。
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做的很特殊的一个主轴，就是我们用这个长生殿啦，或嘶吼记啦，这些非常非常特别的古典的戏曲，教南方讲堂的朋友呢来了解古典戏曲，然后做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很好的携带笔记本的包包。然后呢，当时呢，这每个笔记本我们放在这边，请大家预约。一本线装书100块钱，拿来做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学生 Tika， 他想要到美国去读书，因此呢，我们南方讲堂的许多的好朋友就跟我们预约这些的很美丽的文创品。然后呢，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专户，让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呢，他可以到美国去就读。其实我相信他带去的不仅仅是一份祝福的心，也是大家共同成全，让咱台南的囡仔吼去到外国吼，真正在做剪彩。所以文创对我们南方讲堂来讲，也是一个能够推动的很大的力量。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今天观赏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到我们粉丝页去按赞哦，因为这些的东西我们也都会用抽奖分享给大家。然后呢，我就知道了，我们这里面呢有一位呢，方志文老师，他是美术老师。美术老师的厉害就是文创能力很厉害，所以呢，这是方老师的一个文创品。哎，志文啊，你来谈一谈，你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文创品呢？我在学校开设了一个社团叫文创社。那在这个社团，我是希望鼓励学生，他们除了就是很喜欢创作，去找到一些老工艺的做法之外，更能够去理解现在的生活的需求是什么。那刚好那一年遇到了政府的减塑运动，很多的塑胶袋被要求说就是不要再制造，所以那时候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观察，那我们可以为这个环境做些什么？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发明了这个东西，它是改良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是两用的，这个可以当证件套，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就是拿来做饮料杯的替代。所以这样就可以不用带一个塑胶袋了，对不对？对，而且还非常美。对，而且我们很感动一点是，各位注意看，上面还有南方2个字哦。这个也是我们在这次节目播出之后呢，会用抽奖的方式呢分享给各位好朋友。当然，你一定要记得到我们粉丝页去跟我们留言了。那我相信志文老师跟着我们在南方讲堂10年，都在跟我们分享文学跟艺术嘛。那这10年来，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感触呀？我觉得我自己最深刻的一个感触就是怎么样去培养一个当老师的态度。了解。那因为我觉得美霞老师在做南方讲堂，它其实是公益讲堂之外，其实它是邀请市民朋友一起用阅读去进行很长期的学习。是。然后我觉得我感触很深的是跟老师一起合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其实压力也很大。但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逼自己阅读，逼自己学习，然后也因着跟这个社会的共处，我更能够去理解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带给学生什么样的课堂风格。我觉得你真的是已经是120%分了。你知道我们要讲1堂的美术课，志文老师可以满山满谷所有的艺术的课程都给你之后，然后再每次跟我问说，老师我们可以怎么样讲，可以让我们市民更清楚、更简单的知道说这个艺术的一个氛围。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讲那些就想办法用最世俗的方式把艺术呢介绍给大家。我觉得志文老师的努力是看得到，大家多喜欢的艺术课程。那我想小昭跟佩佳也跟着我们10年，我们真的跑遍了从南到北，国内到国外，真的许许多多的文学跟音乐活动。很多人就问我说，文学跟音乐可以合在一起，真的天作之合耶。那我想小昭您大概这10年来，我们有许许多多事也经历了，不知道什么是你感触最深的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在南方讲堂这10年的合作的过程里面，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学习。因为本身从事音乐工作也好，或是这个化学相关理工的科目的这种工作也好，本身我们对生活的质量这部分是比较不要求的。了解。那所以我们非常佩服老师在做这种公益讲堂的过程里面，我相信有很多的市民朋友跟我们一样，走出校园之后，其实很少有机会再回过头来去领略那些文化之美。文学之美，对，所以我非常佩服老师。谢谢啦，不要了，我决定佩服自己。自从我们的《台南雄岁月回忆》这个专辑出来之后，小昭我们只用3个字形容，叫红到爆。因为呢，大家都觉得原来创作的歌曲这么疗愈，而且让大家觉得这么在地。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连我们的公家单位都把这么好的一个 CD 带出去，因为它真的代表台南。台南的灰，台南的水，真的很不简单。更何况是在这里面呢，我们主打歌曲的恋花，
我觉得佩佳在听老师上完课之后，真是一个用功的学生，把这个练花写得超级好耶。那佩佳，我想您是去了台北工作之后再回来，然后呢，因为《红楼梦》的关系，我们邀请你成为我们工作伙伴。真的，我们也走了10年了，10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妈妈，然后呢，妈妈、妻子、小姑娘的角色里头，我相信你也蜕变的成长很多哟。不知道你的感触是什么？是，我觉得南方讲堂10年，在我人生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转变的10年。那如果提到最感动的事情，应该是，我觉得在南方讲堂好像是一个大家庭这样。对。那很多来上课的妈妈们，好像也都是看着我成长。我每次上完课唱完歌，然后他们就会来问说啊。最近怎么样啊？小孩怎么样啊？长得好不好啊？怎么好像变成自己的长辈？对，他们会在那个 FB 上去点你的小孩，然后你跟我说，你看那个小朋友现在我觉得长得很漂亮。有一次你把女儿的头发烫了以后，就觉得哇，那女儿的头发好可爱，对，就是像大明星的娃娃一样。生命的连结，好像就是因为南方讲堂。对，其实我想最好的市民讲堂也是这样，它并没有制式，但是你因为你来的关系，所以跟这个讲堂产生一个结合。我其实，在做这个讲堂做到第3年就觉得很累，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我来给他停一下。很多的朋友跟我说，老师你千万不要停，你停了我不知道去哪里。我才发现，其实，在南方讲堂有许多，也许是空窗期啦，或是我们讲说，也许是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然后他觉得借了南方讲堂可以重新再学习，而且我就觉得最有趣就是那个志文老师每次在跟他们讲那个艺术超级好笑，你还记得吗？我们跟他们讲那个威尼斯画派的时候，我们给他们什么？我们当时给他们看内衣广告。对，为什么要看内衣广告呢？来说一说。因为那个是最装饰性的，对，然后符合威尼斯画派里面那种华丽感。对呀，而且呢，我们当时讲矫饰主义的时候，连那个美少女战士都出来了，对不对？对，因为让他们能够一下呢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到最后他们完全懂得矫饰主义，是我们拿出一种化妆品的那个粉盒，安娜素。为什么你一定要把粉盒搞成这样呢？叫矫饰主义的精神，所以其实就变得非常的进入市民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的邀请，使得这个市民讲堂变成大家都喜爱。我相信有很多文化活动可以因为大家的喜爱而来了以后变成一个向心力，这凝结的结果，南方讲堂很好把我们台湾的文化活动做行销哦，所以我觉得这真是很不错了。那尤其我们在《红楼梦》呢，每次结束的时候，都会针对《红楼梦》这一回里面它很特殊的一个情境、故事或是一个人物，然后我就请这个伟正呢来唱一首歌。所以呢，伟正呢，他从这个南方讲堂也走这10年来，大家呢对他的歌声里面来疗愈的所有对《红楼梦》的喜爱。伟正，那您觉得这10年来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太会阅读书本，我的阅读的方式都是透过视觉跟听觉，还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所以在南方讲堂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之下呢，就变成是打开我的很多感官的东西，然后可以在里面吸收跟滋养这样。哦，了解。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推这个，尤其是古典的好像那一年哦。其实很辛苦，是因为长生殿是昆曲嘛，然后呢，狮吼记也是昆曲，游园惊梦都是昆曲，所以那时候为了让大家能够喜爱，所以我们甚至开始教大家做线装书。那我记得有好多的夜晚，为了大家想订这个线装书，100块钱的捐成一个专户，然后呢帮助这个孩子能够去美国来读书。然后呢，我们当时呢也就因为这样缘故呢，这么样的一个这个夜晚呢，很宁静的时候，有好几晚上是这样度过的，自己其实感触也很深啊。可是后来发现，当第2天发现每个人都喜欢这种东西的时候，发现它就是值得的。所以没有一样的古典文学推不出去，没有一种的艺术呢，你推展不开来，只看我们有没有心要去做这样的。所以因此我就很想问问，我们在场其实这4位应该是陪伴我们走最久的这个几位年轻朋友，试问你对未来南方讲堂10年你的想象是什么？我希望它是一个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有终身学习态度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市民讲堂想开放给大家最好的初衷。初衷还要再走10年。那小昭呢？哇，如果南方讲堂能够再继续未来再开拓更多不同的视野给市民朋友们有学习的经验，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小昭跟佩佳给我最感动一点是说，他们俩当时是因为我们就有这么样的《红楼梦》的音乐会必须要来唱。
可是唱到后来之后呢，我现在每次如果看到小昭他们自己就外面去做讲座，或者志文老师他因为参与我们这个南方讲堂，最后他也能够自己出去做非常好的一个讲者的时候，我就觉得南方讲堂10年中真的很聪明、很用心的几位年轻人找到自己养分，所以你们也可以自己自成格局啦。所以你应该这样讲说，我自己要开创我自己的市民讲堂，这才是我们今天做这个主轴的一个主要的精神，对不对？市民讲堂不能只有一个，市民讲堂要遍地开花，然后我们就发现到处就遍地的美丽。期许你们2位一定要自己也搞一个讲堂，多好。那佩佳呢？我希望南方讲堂可以做到我小孩长大，然后换他来唱歌。这个嘛，老师加油！就都我们可以想想看。对啦，因为我相信，一个讲堂的存在哈，我为什么会觉得它很重要？是我很喜欢中国的宋朝。大家说宋朝是一个很衰弱的时代，可是我常常给它4个字叫风华绝代。它风华绝代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它文人很多，我觉得它普遍的一个知识性的东西，它变成一种大家互相提拔、修棒坡啦，这是我们南方讲的很重要的精神。第二个是它到处都是学院，你要当时有很多的书院遍地开花，它变成当时民间最重要的知识力量。我觉得，如果跟南方讲堂有缘分的朋友，今天听了我们这堂课，或在南方讲堂大家一起努力的这4位非常可贵的朋友，你们今天也知道南方讲堂可以做这个。我最大的期许是希望大家都去推，您到每个地方都去推，然后呢，因为这样缘故，我们可以大手牵小手。我们所说的薪火相传，也许它的意义就在于这里。佩佳也可以推一个妈妈讲堂，也还不错呀，对不对？那伟正呢？我真的觉得未来10年后，南方讲堂会把在座的每一位人心中的美好遍地开花在这块土地上。那我在想，这个美香老师老了，所以呢，你们自己也要加油。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其实这几年来，几位对我们的一个鼓励，还有许许多多朋友的鼓励，让我真的有很深的感触。南方讲堂10年来，我们的课程跟文化活动都是在实践台湾文学家蒋渭水先生讲的一句话：教育，教育，最大量的教育。南方讲堂提供一个开放给市民的公益讲堂，让许多即使离开学校的体制之后，还有愿意阅读的朋友呢，他们可以继续来。而这一路走来了，总共有10年了，3000多个日子，有人离开，有人留下。现今还有更多的朋友也一一加入与鼓励我们的行列里头，而我美霞呢，一路走来是一本初衷，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我很感谢许多一起努力的朋友支持，奉茶的叶东台大哥，怀墨斋的洪国华老师，丽丽水果店的李文雄大哥，茶道老师谢慧清，古琴老师陈庆荣，以及许多台南在地的文化伙伴，我们一起相挺。一个人走要很勇敢，许多人一起走就不会觉得很寂寞。众愿成善，众善成事。我十分感谢曾经一起努力的伙伴，吉他学院的刘建志老师，现在在美国读书的满心。当然最窝心的是今天节目中出场的几位思文、小昭、佩佳、伟正，还有刚刚弹琵琶的雪曼。未来10年，南方讲堂要走出不同的气象，这是永远为台南市民提供资讯交流与书籍阅读的平台。让我们一起再走10年吧！南方讲堂的市民讲堂愿意永远为您开放。我们谢谢志文老师，谢谢，谢谢小昭，谢谢佩佳，也谢谢伟正，谢谢。风风花树头尾，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离离点点一地走摊。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